后来继续来看越南籍一个女子伫咧桃园开医美工作室，人所讲的真假死，无医生牌，敢若有纹绣这种的执照，就假讲动刀。伊是透过面册分享伊手术的疗程来招人客，搁来宣传讲，先卡马煮玻尿酸和红丸只要10万块超俗价，甚至搁开班来教课，一个月赚50万。结果有民众目睭顶唇去互挂甲失败，要叫伊赔，伊是直接甲对方的面册甲封锁，所以这代志才来现光。移民署搜查发现，伊所有的器材拢是伫咧网络顶购买，是用家用的烘箱来消毒，真无卫生。医生讲，使用来路不明的玻尿酸甲器具，可能有发炎甲血管塌起来的风险。移民署的人员详细咧敲，因为这间套房是一间违法的医美工作室。你做这个做多久了？刚做。我看你广告蛮多的呢，刚做吗？挂顶唇做片啊，逐项有，动刀就是这个无医师牌越南籍姓吴的小姐。这台是什么？那台坏掉了，没有在用。除毛机未曾用都已经烧去啊，药啊拢直接等你涂骹，原来是伫网络买来。这些药你都怎么拿到的啊？网络买哦是。逐项医疗器材拢是来路不明的，伊搁敢伫面册开班教人安怎做。历经数月搜证，会同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执行收网行动，查获吴女涉嫌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。这个姓吴小姐捌得到美国职业杯赤字组的优胜，去年开始伫桃园开这款驻文的工作室，抑过根本就无医生牌。透过面册咧招人客，甚至推出用玻尿酸注冷只要10万块，差不多是市价一折，一个月收入上悬超过50万。手术刀等等的器材，敢若用厝内烘手咧消毒尔。来路不明的玻尿酸的话，它如果不是原装的，可能是有混充一些其他的材质哦，所以其实它在施打的时候可能会有感染，那甚至会有像阻塞血管啊，或者造成发炎等等的风险存在。医疗的器械上的话，我们都有高压锅去做高压灭菌的步骤。这个案件会被公开，就是因为有民众去遐挂顶唇，无满意想要叫伊赔，煞互伊封锁。毕竟这是私人的工作室，嘛唔知讲有牌也无牌。咱乡亲也是爱水，想要去做手术，上好找合法的病院，以免后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